为啥？你尿无？我分去啊！我听到，对啦，谁有啦？安排谁？不难受。无要紧啦，下次吼注意点就好啦。喂，熊总，唔请那边，俺不头体年伫个李总要投心球，6点半开始，答应要过去支持佢。我知啦，我了无还有事情，我来过去吼。你下摆训练都来做嘛个啊？也有唔对啊，虽然讲还要上天数，不过冯先生真去专门的啊。也来伊讲好呀，漳州都有一种志玲伊个教练。你上个面膜不错啦，阿川的按摩愈有味。你在讲嘛？小姐，阿叔，请问你安怎转哦？哦，今日你头对东片老散嘿，熊总太你无去为民服务哦。你还没去参加好高竞技啦啦队？系啊，听讲要退出。样的喏。唔免啦，阿叔，其实咯，去啦啦队啊，摕福到底。你打打电话做的啦，中午去参加去马东西。乜个东西啊？竞技啦啦队有乜个唔好？你还学生诶，好好读书就好，我浪费时间哦，第一以为无诶啦。我做得多体验啊！阿爸唔去强用，佢贵重就开始练体操诶。啦，冇嘅。运动也好你嘞，有几多年？退休后，国家再不会嘛个？你爸爸你还哪还冇？你不花你吼，不准偷马体验，做完运动员。来来签啦。唔是笑啦，会敢签哦，还是敢谈？你是谁？阿叔。阿叔，唔要传的哦。哦。ถิ่นถงถิ่นถงถิ่นถงต้องต้องต้อง亚东西当正规，唔好乱ถิ่นถง记。亚东西当正规，唔好乱ถิ่นถง记。